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过来做比赛，要出人的器具，要出人的用品。尤其头一条，即讲话音的介趣味哦。来，咱甲参考一下。这条题目讲做担一斤打一两，5个去体，10个去烧抢。要学啥？要厝内一项普遍得的用品。担一斤打一两，要哪有这个物件？国情甲你暗示，担一斤的斤，这写话音的实在毋是这字，因为味菜古早老爸咧做囡仔药，拢是喙动喙咧讲的，无写汉字出来看，所以担一斤，敢若用头壳想斤就好啊！你莫看这字，担一斤啊，打一两，打的时阵较轻，担的时阵较重，互我5个去体，啊10个去烧抢。国情比安尼，你就感觉有眉目啊，因为5个就安尼，10个就安尼，你国情啊我知。咱便所咧用迄条面巾，担的时阵你嘛是叫伊面巾啊，担一斤，一条面巾讲一斤啊。国情毋则讲迄个斤你莫看，担一斤啊打有影啦吼，全打就是两啊。讲到全这个动作就是5个去体，10个去烧抢，因为5个体起来洗面洗好，拍好担全好打，安尼就10个烧抢啊。无怪讲担一斤打一两，讲到面筋，较早咱解文说理另外一条，原来做蛙音的味菜，原来真趣味。但遮甲朋友共款讲出来，复习做参考一下。讲4角2面，6起7面，这原来听音就好，唔通看汉字。4角2面我知啊，要面筋啊，6起7面，安尼唔畸形怪状，6个喙齿，7个面容上，唔是啦。6起7面，就是讲6起的7面啦，吼。讲蛙音的真趣味。过来后一条，原来厝人的用品。讲一个囡仔烫剃剃，放尿旋人客，啊无卫生，毋是啦吼，你认真甲动头壳。这个囡仔细项物件，毋则讲做囡仔，要比赛就真简单。啊放尿佫会旋人客，无礼貌无卫生，毋是人客来普遍才有用着。放尿尿到黄个你，安尼我知啊，国情啊，迄个囡仔细细项啊，啊若安尼有才调对迄个物件开始倒黄的。哦，毋是尿啦，实在是地出来。要请人客，毋是选人客。讲来到这，答案铺在眼前，煞毋知影就是地沟。愈细支的愈高贵，迄个小将官啊，一支几落千几落万的。无怪讲称呼细项的物件，讲一个囡仔烫剃剃，放尿选人客。人咧想意思，毋是讲话音的产生迄个趣味，停出来茶，芳官腔家庭，只确生丁，艺术毋是尿，是艺术带去味菜趣味的所在。